我一起比欣赏，听得懂了吗？我是徐薇老师，微笑生活课语今天要教大家什么呢？打电话到客家人的朋友家里的时候，客家话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请问你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叫做请问你按到乜改名哎？学到今天了，这个应该听得懂了吧？请问你就是你，按到就是叫做按到乜改名哎？什么名字呢？乜改一定会哦，这是什么？乜改名哎？接着呢，我们可以问咯，那请问你电话几号啊？请问你天发一朵好呢？请问你就是你，天发一朵好就是有几号呢？一朵好是几号呢？接着你可以问咯，那我方便几点再打来呢？我方便几点打呢？叫做挨一斗点奉片打来呢？挨一斗点就是几点？一斗点。对了，念得很好。奉片打来呢？挨一斗点奉片打来呢？要练习哦。再来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。有时候你打到那个客家朋友家里，是他的妈妈接的。哎呀，客家的老阿嬷只讲客家话，讲这句话给他听。回来的时候，请他打电话给我。转来时间，抢给大本爱。还有，老阿嬷的耳朵不是太好，要大声叫。转来时间，抢给大本爱。阿嬷如果听不清楚，嘛该，你要再念一次哦。转来时间，抢给大本爱，一句搞定。音课喜相逢。接下来呢，徐薇老师要教的这句话就是沉默是金。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好话讲三遍，连结尾马响。好话就是好话，讲就是讲，三遍或三拜都可以，就是三遍的意思。好话讲了3遍，连狗狗都嫌你啰嗦了。连结尾就是旺，连结尾马响就是嫌弃你的意思。英文怎么说呢？Silence is gold, speech is silver. Silence 就是沉默，沉默是金。Silence is gold, speech is silver. 我是徐薇老师，今天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着大家复习一遍咯。第一句话跟我念哦。请问你按到乜改名的呢？念得很好。请问挨天发一朵好？我方便几点打呢？挨一斗点奉片打来呢？下面这句非常重要哦。转来时间，抢给大本爱。好话讲3遍，连结尾马响。很棒哦！不要忘了每天跟我学哦。心梦你安子 say 再见。